也顾做保海啲啊，好個老師哎，佢哋全部顧咗都好，所以佢要去個玻璃推推我上玻璃架咯，好個老師我個意圖，都讓我感受到對起要過。一個包海的個舌頭，一個是古奇的，而且個的起碼可能需要少了六個大毛領呢。不要海的個，也好像說好像簡單的告訴我，一個的起碼海的個。一個天我哋會攞到過，這個也多了。一個天說到那個都學着了那個，還有拿到毛線，都學得有鬼了。